看到咱长林的这个绿美化，调这个建筑物，我相信讲透过说明会，大民众讲，大合民众看到这个景色，还会当舒缓内心的一种恐慌，交迄个压力安尼啦。我希望讲这个馆可以稍微解决学甲流浪狗的问题，因为狗仔嘛真正带来咱真侪困扰啊，所以讲这点渐渐下民众来看，透过影片会当下民众安心。我们有一个独立的一个教育馆，未来可以进行动保教育的相关的参与，可以提供给国小、国中跟各级学校或是一般的民众来这边参访，有一个专属的动保教育的一个场域，可以提供更多元不一样的面向，让这个动保教育的一个部分可以向下去做扎根。这个园区的一个规划，除了说传统的收容馆之外，我们还有规划很大的一个宠物公园，可以让民众带犬猫来这一边，可以做一个踏青跟休闲的一个场域。另外还有规划相当的一个廊道，还有自容池，整体是采公园化的一个设计。那希望可以美化这个地方。犬舍设计当然就是尽量就是用挑高，然后空旷舒适。那每一栋犬舍它都有一个室内区跟户外的活动区，所以来这边是说像让一个摆脱传统收容所的一个设计，是像让犬猫来到这一个地方，就像来旅馆一样。它一个很舒服、舒适的一个活动空间，那也欢迎民众带犬猫来这边参访。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基本上学甲动保园区，可以收容400只犬只、40只猫，那基本上都是以学甲为第一优先，能够相当程度的解决学甲这个流浪动物的问题。接下来学甲的动物流浪动物进来以后，我们接下来就可以学甲周边，包括将军、北门、嘉里周边的流浪动物可以进来。那进来不是让它终老而已，最重要的是经过结扎之后推动一些认养。另外一个部分是教育的功能，教育的功能我们这个地方完工之后就非常的漂亮，造型很漂亮，那动物收容又很人性环保。然后也可以作为全国最大的这个动保园区之一。同时，这个地方我们还有市集的保留地，所以假日的时候可以举办一些动物趴或者一些市集，可以欢迎爱狗爱猫的人士，还有包括我们这个户外的宠物公园都可以。所以这个地方不仅是集保育教育而于一身，而且很重要的是可以成为一个地方休闲的一个好的地方。大家好，我是杨淑怀，欢迎收看4月29日礼拜3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为了打造优质的通学环境，市长黄伟綽上任以来，积极向中央争取经费，到单已经优化102间学校，投入总经费高达13.3亿。29号日头早，黄伟綽前往安南区海淀国小主持通学步道完工剪彩仪式，并视察步道周边环境，实地了解学生以及接送家长使用情形。市长黄伟綽一透早就来到安南区的海淀国小视察，现场了解学生的通学情形。我们来到安南区的海淀国小，主要除了看我们同学小朋友上课之外，也看他们上课的动线。那尤其通学步道过去台南市这许多年以来，有些地方它的通学步道设计以及施工以及现况是非常不良的，就是设计本身就不好了，那施工品质也没有那么好，那造成很多坑坑洞洞的，或者是路面不平，甚至太过于狭窄，影响了同学上下学的接送的安全。因此呢，我们特别跟中央争取，也加上市府的配合款，在这8年中间改善了102个学校的通学步道，
那希望说能够提供个孩子跟家长安全的上下学的一个环境。除了检视录屏以及同学报道成果，黄伟体也来到河海艺术场，听取小朋友的创作发想。匆匆忙忙拎起餐具袋跑出门，遇见了招潮蟹和北克式野草2位同学，也3步并向前冲进学校。那这背后是他们的学生的创作的生态墙，里面的创作不管是招潮蟹，不管是这个贝克式盐草贝克式盐草，还有这个我们的其他的这个海洋生态，那融合在我们同学步道的这个概念里面，那让这些生物上学就这个比你做小朋友上学那所以说这个创作非常概念构想非常好，那同学的创作也非常漂亮那所以有时候经过这边来接送上下课的时候，或经过的时候，不妨来看看他们的这个生态墙，真的是蛮有看头的。教育局表示，海淀国小将河海艺术场融入去同学动线，和环境教育自然融入日常生活。所以这条步道不只是安全的路，更是一条兼具教育意义以及美感的历史廊道。未来市府也会持续滚动探讨甲精进，让每一条同学步道拢会当成为守护囡仔安全风线，也让台南朝向更加友善心灵、更加宜居的城市迈进。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中华医术科技大学生物医学以及美容保健科第一届学生将伫咧暑假期间进入工课场所实习，29号举行特别授课仪式，来象征专业甲职能的开始。期待学生未来会当伫咧工课场所展现自身的专业。医疗美容成为民众保养一个新选择，但相关人才犹原欠缺。因此，中华艺术科技大学自1810年成立生物医学甲美容保健科后，积极培养业界生力军。甲传统美容科系无同，学生其实都要具备医学相关知识。目前第一届华医医美系学生，即将伫咧暑假踏入职场。学校的医学美容系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科系，我们真的不是只有美容，还有结合基础医学的知识。那各位知道，人才如果只有做医美，跟有医学知识是很不一样的。医学知识其实会造就我们这些学生的知识跟技能，可以建立在服务上更安全，而且更有品质。那我们非常支持这个医美系，然后我们也会扩大招生。那重要的是学校对他们支持，不管是在设备、师资，我们会用最大的诚意，然后希望我们南台湾的学子进来读书以后，我们可以帮产业界培养更多优秀的人才。为了祝福这41位学生会当顺利衔接职场，华医特别举办这个具有特别象征意义的仪式，透过师长为学生北上领经，期勉大家面对未来职场会当展现自身的专业和责任。我们系上呢特别重视学生在基础医学跟皮肤科学方面的专业素养。对，那透过实务的技术课程，那我们呢让学生呢在毕业的时候可以拥有至少5到6张的证照。那这些证照除了非常基本的美容仪品级证照之外，还有就是医学美容师的证照，那还有就是国际芳疗师的证照。那我想呢，也是因为我们的学生他们有相当丰富的基础医学的这样的一个专业知识。那另外他们在技术的方面搭配我们很多的实务课程，让他们有相当纯熟，而且可以跟业界链接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很完整的培养的过程。那所以我们今天来媒合的厂商很多就是医美集团的相当知名的厂商，他们都非常愿意提供带薪实习的方式给学生这个实习的机会。那我们的学生在实习的时候呢就可以有收入，而且就是他们如果在实习的过程当中表现良好的话，他们都会获得优先留用的机会。借由暑假期间实习机会，让学生会当更顺利衔接职场，发挥专业。校方也鼓励大家一定要遵守职业安全伦理，守护顾客美丽和健康。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
国立成功大学老人病院新建工程举行就任典礼，市长黄伟綽高调出席，表示仪式除了象征对长辈的承诺甲守护，市府嘛将全力配合，期盼老人病院伫咧116年8月份完工以后，会当成为全台首创结合相关医学资源的高龄医疗甲智慧照护典范。新台老人病院的医疗建筑自民国107年4月得到行政院来核定，110年10月动土兴建，投入了将近45亿的经费，兴建地上12层、地下5层的现代化医疗建筑，设置大约有450层，日前举行上梁典礼。教育部的规划、行政国发会的规划、行政院的规划然后核定，然后开始启动。那真的是非常非常多的人的努力，那也让这个台南的医疗界以及所有市民朋友们，在这个年长或是 aging 的这个过程中，有更多得到照顾的机会。所以说，这个老化的速度以及需要年长者需要被照顾的一个医疗形态，我相信各位在医疗界都比我们更清楚，所以非常感谢蔡总统现在赖总统我们韩院长，我们沈校长有这样的眼光，也感谢林委员一直能够在经费一直在增加的过程中，能够给力，让这个设计不仅是如期如职，而且能够这个加码加点，也感谢。我们郭博士，谢谢各位一起努力了。现场出席的除了市长黄伟綽，还有立委陈廷辉、甲林俊宪，伫个新台校长沈梦如的带领，包括学校医学院的院长曾小琪、新台附设病院院长李景华，拢共同出席来见证，象征老人病院的工程将迈向最后的完工阶段。预计民国116年8月完工以后，将成为台湾超高龄社会医疗甲照护新典范。台南新闻林英根采访报道。2026带囡仔做伙来设计亲子活动，5月9号将伫咧归仁运动公园来举办。当天结合台南人气吉祥物甲民众互动，并设有大型气垫游戏、厝边参观甲知识市集等丰富内容，欢迎市民朋友母亲节做伙来设计。5月第2礼拜是母亲节，为了提供亲子的活动，市府观光旅游局将伫个5月9号，伫个归仁的运动公园举办2026带囡仔做伙来设计的亲子活动。29号上午，伫个市府召开活动宣传记者会，有力局长林国华介绍当天的活动，同时还佫推出新受欢迎的铁马洗透透，甲着商战巴士的城市旅程。在这个台湾的游客的心中，归仁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景点跟游程值得来推荐的一个地方那接着我来说明一下这一次的一些活动的一些重点。那我想带囡仔来设计，就要有囡仔生较爽这小孩子玩耍跟大人不一样大人都说这刚好这泰克密码、欧密码，看到那个球那两个大人就觉得这个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可是一个小孩可以把那个球滚到小抢小用所以我们这个包含这个汽油的活动也有，这个吉祥物的大集合。给囡仔我们的东奔西跑这个8个吉祥物一次到位，让这个吉祥物能够在设计的过程跟囡仔做互动。透过这个活动，把归仁街区让自己的住在这边的小孩跟外地的游客的小孩来认识归仁新的样貌，我觉得这个活动是有值得推展的这个意义那我们5月8号、9号，如果你到这个归仁街区去买东西，你的发票的住址是写归仁店家的住址。我希望讲你来星期一的来归仁消费，暗时来大归仁，来归仁也可以住市区也可以住都很近来消费，凭证拿着凭证就可以到我们现场兑换小礼物。现场出席的除了观光旅游局长林国华，还有副市长江林煌，这位的议员、民意代表，甲着在地观光工协会等。现场还佫设有大型的弹珠台，
以及一寡台湾的邮局顶，甲着吉祥物相撞的 DIY。DIY 的体验活动将伫30号上午开放民众来报名。活动当天，民众只要凭着规定店家消费的发票或者是收据，拢会用到活动的服务台兑换一份的小礼物。欢迎民众到时踊跃来参加。台南新闻林英根采访报道。为了提升偏乡医疗强化基层卫生所医疗量能，嘉义县卫生局甲健保署南区业务组向台南开基药房宫换募一台诊断型 X 光机，捐赠嘉义县中部乡卫生所，价值200万。29号共同签署伫网络留下见证历史的一刻。那嘉义县我们中埔乡卫生所，那目前正在重建中。那在重建的过程中，我们不断的跟中央来争取经费。那现在也缺了我们的 X 光机哈，那我们开基医皇宫知道以后，也透过我们的健保署来跟我们引进。那嘉义县，我想这不是第一件了，已经好几件都是由我们健保署来牵线，然后开基医皇宫来大力来支持我们嘉义的一个偏乡。在偏乡的话，很难取得这些医疗资源，这些资源都取得不易了哈。但是我们都非常珍惜，所以当然的话，我们不是说捐赠，而且还会把这个效果，甚至于在后面的一个，只是维护也好了，或者是说后续的一个迭代更换什么，我们有时候都设备进去了以后，才发现学校有困难，我们又进入学校。这是一个公司协力的一个非常好的典范。就长期以来呢，我们的这个开基玉皇宫呢，它就一直有这样子的合作，好让这些民众的这些爱心哦，能够化为实际的一些医疗的设备啊。旅游景点、私房秘境拢底家，特色美食不离哉。生活时事抢先报，中嘉新闻周报，深耕在地，放眼全国，掌握最新地方资讯。每周六下午1点，就在高雄都会台。犯罪调查类戏剧实境节目《少年侦探诞生》伫咧台南举办开镜仪式，首创名册律师少年侦探跨界形式，要互法律行入生活。少年侦探诞生，开镜大吉！隋唐、王彩华、温升豪、江宏杰与陆云熙等人一起进行开镜仪式。少年侦探诞生节目在台南拍摄，以原台南放送局做节目主场景。过去他透过声音来进行放送，今天他将要透过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影视作品一个节目，那来播放更多关于台南的故事。可是呢，在这个故事当中的一个核心的精神，事实上就是法治的一个精神。这收视率不要太高，20%就好。节目经过8年的想法，2年积极筹备，由金马金钟团队策划，结合明星效应与法治教育专业，以戏剧化情境模拟与互动推理为核心，锁定6至24岁，对推理与法律充满热情的年轻族群。拍摄场景将深入台南各地，活化历史空间之外，也打造结合影视、观光与教育的沉浸式体验。台南是一个很美丽的城市，这里有人文、有文化、有内涵、底蕴，甚至我们的天气都很好，人很善良，什么都好。如果少年法治从台南开始萌芽，那么这个城市会更伟大。少年侦探诞生也获得文化部的补助与支持，在中央、地方政府、产业界以及文化界贵宾共同见证之下，将成为一项由台南在地力量共同推动的文化影视计划。记者周海棠的报道。高雄有一间开业超过1甲子，专门卖粽的店，因为侪当来坚持对食材把关甲卫生，受到侪人客喜爱。切开的肉粽摆在盘中，随着筷子的动作，糯米微微牵丝的画面清楚可见。软糯中带着些许光泽，令人食指大动。开在前镇的肉粽专卖店，虽然没有提供内用区域，却不影响饕客们对粽子的喜爱。不仅让客人心甘情愿专程来买，
还会有公司行号一次便订购上百颗粽子。我材料都是要用好的啦。我们对肉粽要求品质都要求很高，那粽叶都要高温杀菌，还要用得很干净，还有食材，猪肉都是当天杀温里猪，香菇还有花生、蛋黄都是我们台湾的食材，我们都要用好的食材。我们家的肉粽吃起来那个口齿留香啊，会吃完嘴巴都会一种甘甜。传承家中手艺的古早味粽子，有着超过1甲子的历史。早年在林雅市场经营时，便在众人口耳相传下，慢慢累积出好口碑。靠着对品质卫生的把关与分量实在的好味道，让客人们一吃成主顾。多年来也见证了店家一步步走过的岁月。我们从公婆上一代传到我先生这一代，做了很久了。我们以前都是在海边路做了几十年。然后海边路因为政府需求防止拆掉，我们才搬到新生路渡船头这边来。那我们家的肉粽吃起来不会胀气，有传承公公传下来那个配方，吃起来不会。有时候有的人吃那个糯米会那个胀气肚肚，还有我们粽叶都高温杀菌，不会会有卫生不会脏，这样对身体比较好。走过时间的洗礼，老店依旧保有最初的味道与坚持。对许多顾客来说，不仅是简单的一颗肉粽，更是一段专属的美食记忆，延续了在地的温度与情感。记者李品荣、洪俊杰高雄报道。基隆东城国小日照中心正式成立启用，是全市第一个设置在公立国小，利用学校空间设置日间照顾中心。长辈们在海洋风疗愈室里摇动特制道具，感受海浪的声音。关掉电灯后，借由灯光反射、彩色的波浪，一波波梦幻般的变换，看得长辈及家属都很开心。我们基隆就是海洋嘛，对不对？所以有很多的音乐。然后呢，那你想听听看，有一些海沙的声音，我们就把这里这样摇一摇，摇一摇啊。长辈也可以抱着一只价值8000元的专利电子狗，轻拍轻摸就会有狗狗叫声出现，安抚长辈的情绪。这是全市第一个设置在公立国小利用学校空间设置的日间照顾中心，由伊甸基金会耗资1000万元整理，向市政府承租，中央及地方政府总共补助200万元设备费的财团法人伊甸社会福利基金会附设基隆市私立东信社区式长照机构日间照顾服务，简称东信国小日照中心正式成立启用。那确实，我们在这个场地，我们投入将近1000万的经费。那也非常感谢基隆市政府，包含我们卫生局愿意来协助，然后我们也愿意投入更多的资源来支持我们在地的老化服务。基隆市卫生局表示，这也是全市第13间日照中心，可以收托30位长辈。面临超高龄化社会，会持续辅导成立。我们基隆是第一家在校园开给长辈的日照来开幕吼，所以我们看到又兼顾校园安全，又可以老幼共融，非常的赞。那我们基隆市的日照吼，从过去3年前只有9家吼，在过去3个月陆续落成，已经有13家，未来还有5家会陆续落成，所以我们预期可以很快从9家成长成18家 double。那我们让我们也是快速增加了长辈可以得到更好的照顾。这里也设置有长辈泡脚池，同时享受日光浴，利用国小空间设置第1间日照中心，也备受议员们的重视和肯定。我们建议我们市政府像我们东信国小这种类似的话，若是在找不到场地的话，是不是可以利用我们闲置的一些学校的一些空间，来再多以民间的相关单位能够多开辟一点，而且比较优惠一点的给我们市民，让他们年轻人不要现在的1世代不要负担那么重。我们周边的还亚健康的这一些的年长的，
都可以来这个地方享受，或者是特别在这边聚集，可以交很多朋友之外，然后一些的抒发啦，或者是等等也受到这边的专业的人，也可以给他们指导。那也希望基隆市政府能在其他的学校开始来进行。那因为现在高龄化的社会，因为说真的，年轻人都要出外工作，也没有办法有时间照顾长者。那长者来学校这边学习也是不错的地方。高龄化的长者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因为他们毕竟可以互相学习。那这些小朋友呢，看到这些长辈的话呢，他们也知道哦，他们就是可能是我多年之后的自己这样子。然后，毕竟长辈他们是非常有经验的，也会把他们人生的心路历程，然后就是分享给这些孩子们。我觉得这个共融这个活动，或者是共融这个空间是相当好的。在因应少子化，而且我们银发族现在是比较多。那以前是爷爷奶奶带着小朋友来上学，那现在也是小朋友可以陪着爷爷奶奶去日照中心，让我们的长辈能够感受到尊重、温暖。老幼共融的这样一个方式，尤其呢学校或者是一些宿舍呢，都是呢可以呢好好的来利用活化的一个地方。那也希望呢未来的话呢，市政府呢谢市长呢可以参照这样的方式，然后呢多多的利用。也希望说这个能够让长辈再一次进入校园的那个感觉来老幼共融也希望说在每一区、每一个社区或者是每一间学校都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好的一个日照中心出现。包括市长谢国良、执行秘书蔡志颖、议长童子伟、秘书黄天仁，以及信义区长陈盈宇和主人东信国小校长曾树华都出席参加。除了伊甸自行出资中央及地方政府补助设备费之外，民间善心团体也分别赞助装设冷气等设备，而基隆市伪军弱势关怀服务协会更是捐赠整套的卡拉 OK 设备。我想还是这个卡拉 OK 还是给他们欢乐一下、温暖一下这样。代表立委林佩祥出席的秘书黄生栋也强调，委员非常关心长辈照顾需求，因此都会尽全力协助市府争取相关经费来照顾长辈。那长照已经是我们大家的共同责任了。那未来我们一定会协助佩祥委员将我们的长照资源大力去推动，那全力的去帮我们基隆争取各项的长照资源跟福利。伊甸基金会也感谢各界的支持、赞助和帮忙。目前日照中心先使用原本英语村教室大楼的3楼和地下1楼，预定今年学生毕业后7月份收回整修1楼及2楼一并使用。记者吴俊松基隆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4月29日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杨淑怀，咱再会。1号选手出场，信心十足，挑战失败，骑车上驾训，安全不靠运。2号选手考场练习，看起来有些紧张，是过关了吗？挑战失败，骑车上驾训，安全不靠运。代考区2人组第3次报考，这次如果真没有考过，我就不要考了。我有办法。骑车上驾训，安全不靠运。现在报名还有补助哦。阿妈你好，我是来跟你送消防平安的，这是阮厝内24点钟的保镖。伫第一个时间，伊会当甲咱，若像甲咱叫醒共款，互咱知影讲哦，隔壁有状况发生。助警器有分增烟室与定温室，分别装置于居家的不同环境。助警器是居家防火的预警防线，
安装完成，按键测试，它将成为居家的守护者。安装助警器，5增5波比哦。